近排個 app 咧刷親都係 DeepSeek，嗱，因此啲人又開始呻啦，話客服冇得做啊，導遊冇得做咁，講到好似唔係 DeepSeek咧，佢哋係長做長有咁。其實每次技術革命，消滅100個舊崗位，就會創造翻300個新崗位出嚟。以前有冇嗰啲咩無人機表演編導啊、AI 美學工程師啊、數字倫理官呢啲崗位，你聽講過未啊？只不過好多新嘅崗位連個名都未起好啫嘛。最危險嘅從來都唔係技術本身，而係明知 AI 易到仲扮到睇佢唔到嘅人，成日用咩匠人精神去維護自己，唔去擁抱新時代。AI 同以往任何一次技術革命一樣，會將未來世界嘅我哋咧分成兩種人，一種喊住鬧個機器搶走佢份工，另外一種笑住睇住個機器幫佢賺錢，係嘛？就好似內燃機技術革命促成咗汽車嘅發明，一班馬車夫喺度怨天尤人，而人哋阿亨利福特咧就望住條生產線數錢數到手軟，扮瞓咗緊醒下啦！你知唔知而家廣州無人的士已經行咗1000萬公里？信又好唔信又好，遲早咧你叫部網約車係冇人駕駛開過嚟嘅。武漢協和醫院嘅 AI 睇症準確率已經超過90%啦，但係你去醫院咧唔可以再講去睇醫生，因為已經冇醫生俾你睇啊，得翻個護士姐姐協助你，自己人機操作部機器幫到你。面對一個咁勁嘅技術革命時代，我哋普通人未必可以即刻參與其中，但至少可以展望下未來會有咩方向，唔一定係好技術嘅，又適合我哋嘅咧。嗱，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打造溫情啊！你見周街嗰啲封晒塵嘅按摩椅，唔係免費體驗嘅，有幾個人會俾錢瞓上去啊？你會唔會去間鬼影都冇隻，得啲機器人自動攞個盤過嚟，自動幫你洗腳嘅沐足城咧？明白奧運嗰陣啊，奧運村咪 show up 咗個無人廚房，自動點單、自動炒菜、自動送到台面㗎係嘛？假如有間咁嘅餐廳，你會唔會過去燒嘢？我咁講邊個開邊個死啦？反而咧嗱，寶業路啊、革新路呢啲啊，呢啲咩燒嘢街阿叔啊，當街拋鑊炒餸，阿嬸啊邋邋遢遢燒生蠔，超啲成本唔搞嘢，政府唔規劃，做100年都唔會執。點解啊？我唔係貪佢平啊，我哋係要索嗰陣煙火除啊！幾千年已經證明咗人類文明發展落去啊，人類呢個物種都唔會改變群居嘅習慣㗎嘛。再高科技、再機械化，人類最享受嘅始終都係抱團取暖。日後無人餐廳9個9一個 set，深夜食堂99蚊，貴10倍都好，一定排晒隊。嗱，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數字遺產擺渡人。而家個個都晒圈發抖音，甚至冇人睇到嗰啲，得自己睇到嘅私密朋友圈都要發下嘅。嗱，無非就係想保存呢份記憶啫嘛。等到日後啦，我哋懵盛盛之後，喂，呢啲數字帳號點處理先？嗱，個人嘅虛擬貨幣點繼承？萬一微信、抖音仲死先過我哋咧，數字人格點先可以永遠保存咧？嗱，日後啲子孫啊，估計就冇得玩抖音嘅，微信都冇得玩啊，淨係聽歷史上面有個2個咁嘅 app， 咁點辦啊？點先可以懷緬我哋辛苦 P 圖留低嘅相片同埋視頻啊？至於機器，我覺得佢最多幫你將個文件換成當時佢哋可以睇到嘅文件格式，始終都係需要人先可以將我哋嘅人生故事講得圓滿，講出味道。當機器接管晒所有標準化農作之後，人類終於可以回歸翻最原始嘅價值，用溫度去對抗算法。嗱，呢2個方向我好似講緊未來，但邊個話而家唔啱啊？未來將至，未來已至，明嘅都明，幫哥幫得就幫。